来，茄子。这是？我要发朋友圈啊！我要告诉全世界我们在一起了。我也帮你发一个。好，我先上个洗手间，记得把皮晒点。这是他交往3年的前女友，他分手后不久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嗨，好巧啊！哎，是啊，这位是？这是我男朋友08，我总是主动说明我们的关系，他对我也很体贴。小米，这是你最爱吃的木瓜。哎，小米最爱吃的是西瓜哦。哎呀，别乱想，18做的我都爱吃。感情里一味的付出，真的有回报吗？但是他也曾那样对他。来，茄子，你爱吃的木瓜。交往半年，真的比得过3年的感情吗？怎么了？08，这段时间你不回复我，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女人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我来处理。一味的付出没有回复，谁喜欢？我在朋友圈晒一下我们的合照。你有病啊！谈恋爱2个人的事情，干嘛搞得人尽皆知啊？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发个朋友圈怎么了？你敢发就分手！你爱吃的木瓜。哎，18这么好，你有结婚的打算吗？想多了吧，跟他在一起已经很便宜他了，还结婚？因为我的付出得到了回应，我才会更加珍惜。哎，男朋友对你不错啊。那是，他不仅长得帅，对我还很体贴呢。那他对你这么好，有没有结婚的打算啊？当然啦。那你以前对我那么好，你都是……我对你好，是希望你用同样的方式对我，而不是有恃无恐的伤害我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复合好不好？凭什么你一回头，我就在你身后？还有，她不是别的女人，她是我女朋友。